萨利嘎嘎马布隆，吉米亚嘎咕。继续练习阿美语书写系统子音发音练习。今天要练习的是第3个子音，英文字母里面的 F。阿美族语发音系统里面，它是唇齿擦音。发音的方式，将你的上门牙轻轻咬住下嘴唇，发出类似注音 f， 但是不要把声音念出去，它只有一个声音摩擦的声音。现在我们用子音跟母音配合练习。第一个母音啊，发落这，发落这，心情。第二个母音发做了，吃饱了。第三个母音felac 就是办法。第四个母音fafaw forehead 打开。第五个母音focus 头发。继续练习单字。第一个单字 felac 米阿扎kako to felac 米阿扎kako to felac 米阿扎kako to felac 我要去买米。第二个单字 fafaw 上游。Tayra kita fafaw no Talawadaw. Tayra kita fafaw no Talawadaw. Tayra kita fafaw no Talawadaw. 我们到秀姑巒溪上游。第三个单字 cikaf 鳞片，鱼的鳞片。Awak ku cikaf no toda. Awak ku cikaf no toda. Awak ku cikaf no toda. 鳗鱼没有鳞片。这是我们今天练习的第3个子音，英文字母里面的 F。阿美族语发音系统里面，它是唇齿擦音，它可以放在齿首、齿中、齿尾。第一个单字 felac， 它的 F 在最前面。第二个单字 fafaw， 它放在前面，也可以放在中间。第三个单字 cikaf， 它放在最后面。这就是今天我们练习的第3个子音。